好啦，咁啊繼續上堂。咁啊頭先咧就講到止觀嗰個南北傳佛教唔同嘅講法。咁因為香港人學法，包括小弟咧，都係學南傳啊，都係學完即係漢傳佛教先嘅啊。咁啊都係學哲學先嘅多數。我都學咗幾廿年理論先走去學呢個禪修。咁就當然你如果淨係學理論咧，就真係好坦白咁講，即係等於你揸本書學游水，你唔學水游，你永遠都唔知游水係點樣。咁所以個情況就係咁。咁頭先就同同學分享咧，就係因為咧南傳佛教嘅止觀就傳承呢個原始佛教嚟。咁佢嘅講法咧就係止還止觀還觀嘅。咁啊止咧個禪修就叫 Samatha meditation，佢嘅目標係 Samadhi，即係入定。咁而如果南傳嘅入定咧，又同經係即係原始經典好吻合嘅，就係所謂四禪八定啊。咁每一個嘅禪定咧，有佢自己嘅一個嘅所謂定義啊，概念嘅定義。譬如初禪咧，就叫沉住喜樂定，五禪支，你要五禪支具足咧，然之後你先可以叫做入定嘅。如果唔係，你就唔係入緊定。咁就如果經典就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啦。咁啊，所以咧就好清晰嘅。咁如果南傳嘅講法咧，如果你入咗 samadhi，即係你有禪定嘅境界，你唔可以收觀，你一定要出定，然之後咧用嗰個禪定嘅餘勢力先可以收觀。啊，觀即係話 vipassana。咁啊，觀啊點收咧？就根據經啊，你係觀察咧，所謂蘊處即係點樣講啊？五蘊、六處、18界啊，或者六入啊，呢啲咁嘅身心嘅現象嘅無常、苦、無我啊，咁樣嚟到收觀嘅。咁而漢傳又唔同喎，漢傳如果佢跟呢個俱舍論咧，就所謂四諦十六行相啊，佢個止觀都分開㗎，先收呢個五停心觀啊，咁跟住咧就你有定力啦，然之後先收四念處，咁就所謂嘅四諦十六行相，咁樣逐步逐步收上去。咁就非常之複雜嘅。咁但係呢個唔係南傳嘅方法，啊南北傳唔同嘅。咁但係咧個重點係我想同我分享咧，就因為漢傳咧，其實後來嘅大乘開始咧，嗰個嘅 samadhi 呢個字譯做咧三摩地或者三昧啦。咁呢個三昧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境界，呢個境界咧係有埋智慧喺裏邊。咁所以如果你睇漢傳經典咧，嗰個師傅或者嗰個菩薩啊，佢證到三昧啦，就唔係淨係話佢止咁簡單，唔係佢證到定境咁簡單，而係佢喺嗰個修行上嗰個智慧嗰方面咧，已經有一定嘅呢個嘅睇法，一定嘅成就咁嘅意思。咁所以佢睇題嚟嘅，即係如果唔係佢睇嗰啲咩般舟三昧啊，咩念佛三昧啊，好多三昧噶嘛。咁啊，即係入定咁，但係其實原來佢已經係有智慧喺度。咁啊，如果你學禪宗就仲複雜啦，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嚇，即係阿六祖咧就講到明止觀一體嘅，即係你唔可以單純修止，亦都唔可以單純修觀。咁呢個就老實講嘅同原始佛教已經好唔同啊。咁我只可以話咧，唔同 schools 咧或者唔同宗派咧對法唔同嘅理解。咁咧，佢話你淨係單修止、單修觀咧，就無有是處冇樣嘢嘅啊！咁所以咧，你一修咧，止同埋觀係一齊嘅啊，止觀雙運。咁呢個係禪宗啊六祖佢自己嘅，即係一套嘅見解啊。咁當然後來禪宗六祖非常之一花開五葉啦啊！後來即係而家差唔多派嘅寺院都話自己係臨濟宗，如果唔係偽養宗，如果唔係曹洞宗啊，少林寺係曹洞宗嘅。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好唔同。咁所以咧就你要知一樣嘢，如果你跟唔同嘅老師學嘅時候咧，所以點解我咁強調你要知道你學緊邊一個時代嘅佛教，邊個時期嘅佛教，乜嘢佛教啊？咁因為咧唔同嘅佛教咧，佢嘅經典唔同啊，代表人物唔同，同埋咧裏邊嘅概念唔同。咁所以如果你一溝亂咧，就會好亂啊你自己。啊，唔係嗰樣嘢亂，係你自己亂。咁就順帶一提咧，南傳佛教裏邊咧，
即係而家嘅所謂內觀禪修咧，有兩種嘅一種叫止觀禪修者，一種叫做咧順觀禪修者即係混低。咁止觀禪修者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咁啊，佢入到定嘅，入到初禪，入到二禪，入到三禪，甚至空無邊處、識無邊處入到。有冇啲人係有？即係喺南傳嘅，起碼幾年前都仲有而家有冇唔知啊，因為而家多 KK 園即係而家講真，以前講親緬甸又去禪修，而家講親緬甸係 KK 園真係好淒涼。咁就你睇馬哈士啲書咧，佢有兩種嘅修行者嘅，一種叫止觀禪修，頭先講咗啦，止觀禪修行者，咁佢可以入到定，咁佢個定力好強，咁一出定之後咧，用定力嗰個餘勢嚟修觀。咁但係另一種咧就叫純觀行者，純係單純咁解即係話咧佢冇心定，即係佢入唔到定，入唔到初禪都翻轉入唔到，咁點啊？唔通唔收咁所以佢就直接修觀。咁有呢種咁嘅講法，所以如果即係咁，如果純觀行者入唔到定啦，又話一定要有定先可以有為嘅，佢有佢嗰種叫剎那定，或者叫剎那定啦，懶有型咁叫剎那定即係好一點一點嘅定，一點一點嘅定。咁如果你比較起上嚟講咧，以前我有個比丘嘅師兄講咧。佢就話禪宗係有啲似南傳嘅觀行者，咁真係有啲似，即係佢一入就唔會同你講止嘅，即係唔會同你講入定嘅，一入就收觀。咁所以呢啲唔同嘅 schools 咧，有唔同嘅教法咁譬如傳到去日本嘅曹洞宗叫止觀打坐道元禪師帶過去嘅。咁你知學禪宗又個個都想開悟㗎，咁開悟都唔，你唔好諗住開悟唔好成日諗住開悟你止觀打坐，咩叫止觀打坐咁你？總之你坐喺度坐喺度咧，咁你就已經開悟。咁於是你睇嘅就又開悟好難，咁你咁容易咩？咁所以呢個就如果你有興趣睇嘅，可以睇阿鈴木俊郎嗰本Zen Mind Beginner's Mind，即係所謂嘅初心，即係叫咩？嗰本 Zen Mind Beginner's Mind 叫做唔記得咩初心禪者嘅初心something like that。好啦，咁咧就通常我開頭都會講下呢啲咁嘅東西嘅，因為咧我哋香港人咧就有一個習慣就係總係前分鐘10分鐘，咁我開始咗又唔想重複，所以通常講下呢。咁講下呢啲嘢咧，就有時喺某啲嘅道場咧就唔係幾受歡迎嘅，因為點解咧？哇！你點解講呢啲啊？你講天台講天台啦，講禪講禪啦，講法花講法花啦，你又講下其他嘢做乜嚟？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嘅角度，我覺得咧，而家已經係21世紀，你一上網可以接觸到全世界唔同嘅老師，你中意修禪就修禪，中意修靜就修靜，中意修密就修密。咁如果你冇一啲基本嘅知識咧，你就咁上去揾嘅時候咧，你就好容易咧講俗啲叫中招，因為你唔識，即係好坦白咁講。所以你一定要有基本常識咁所以我就提供少少呢啲咁解嘅啫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今堂哎呀死啦，可唔可以分享到個筆記睇下先？呢個出入息係想呢個係啦，呢個十念法門。嗱，咁呢個十念法門咧，初初講6念嘅啫，咁就其實呢個筆記咧喺過往嘅課程咧都拎過出嚟嘅。不過呢個課程即係今次咧就想着重喺嗰個禪修嘅角度嚟講，咁就6念又叫6隨念嗱，咁禪修其實咧最重要係你要注意啲咩咧？你自己個見地同埋你嗰個作意，因為禪修咧就唔一定咧。頭先都講咗，你唔一定咧就即係而家係現代啦，你唔一定咧就修止觀嘅，你純觀都可以嘅咁咧
嗱，呢個六你唔好有聲喎，有聲就有回音啊。咁六念咧又叫六隨念。咁啊，第一樣嘢咧，你禪修嘅時候咧，就要你第一件事你個見地。咁啊，見地咩意思咧？即係你究竟你嗰個嘅見係點樣樣嘅？即係講乜？嗱，譬如你好似阿佛陀初轉法輪經，佛陀初轉法輪經嘅時候咧，咁啊有一個叫憍陳如尊者，佢就突然間叮一聲，叫初級嘅開悟。咁佢見到咩咧？一切集起法，即是滅盡法。咁於是咧，阿佛陀就好高興啊，就話咧：你有智慧嘅憍陳如，你咧證咗初果啦。咁呢個係一切集起法，即是滅盡法，即係咩意思咧？或者有唔同嘅翻譯啊？有啲叫一切集法，即是滅法啊。咁即係話咧，所有嘅存在，包括你嘅生命、我嘅生命，都只不過係眾緣和合生起，而眾緣和合滅去嘅法嘅東西。咁啊，眾緣和合生滅，你亦都可以用另一個名咧，叫佢做咧眾緣和合集起，眾緣和合滅去啊。有啲咧師傅唔中意用生滅嘅，後來嘅佛法咧有啲亦都唔中意講生滅啊，就講集滅啊。所以咧，但係其實原始經典已經有噶啦，集滅未幻離啊。咁咧，佢就佛陀話佢轉咗證咗初果，點解咧？因為所有嘅存在都係集滅，冇一個實我啊。咁呢個咧就叫斷咗身見，即係你個見解裏邊咧就覺得冇一個我啊。咁呢個咧就有啲嘅師傅講係最困難嘅，因為證初果係最困難嘅，即係萬事起頭難。咁呢個就叫做佢個見地，即係阿憍陳如尊者當時嘅見地啊。佢就係所有嘅東西，所有嘅法，或者你一切法啊。咁啊，一講起一切有為法啫，大家學漢傳㗎啦，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唉，好浪漫啊！唔係唔係，好莊嚴。咁其實我覺得真係幾浪漫，即係當你睇一切嘅嘢都係如夢幻泡影。咁但係你要留意嗰個如字，如咩意思啊？好似並唔係真係夢幻泡影，係如夢幻泡影啊。咁即係咩意思咧？佢有作用喺度嘅，即係佢係，譬如你諗翻嚇，我哋都幾廿歲啊，我就嚟攞第二張卡。咁啊，咁你諗翻你中學嘅時候、小學嘅時候嗰啲生活嗰啲人，你發覺而家你想揾翻佢哋真係難若登天啊！如果唔係冇可能嘅話，因為有啲已經走咗人，有啲已經移咗民，有啲已經嫁咗人。咁所以咧，你要揾翻佢啊，或者娶咗老婆啦，你要揾翻佢係非常之困難。咁所以咧，其實係好有一種發夢嘅感覺啊。咁呢個咧就係一切集法即是滅法，就係咁一條眾緣和合集起。當嗰啲因緣改變咗嘅時候，嗰樣嘢就會改變。你想揾翻佢係非常之困難。就係咁咧，呢個係斷親。如果你有呢個咁嘅見解嘅時候咧，個心突然間興起呢啲東西咧，你就唔好浪費咗佢，分分鐘你可以證到初果啊！就係咧斷咗身見，咁呢個就叫見地。咁如果你有呢個見地咧，跟住你作意去禪修啊。作意咧，如果簡單講就係起心動念就叫作意啊。即係如果唯識之學裏邊咧，52定53個心所裏邊，其中一個叫作意啊。啊，咁我哋都學過，受想思觸作意嘅經典裏邊有，南傳嘅經典都有。咁呢個叫五遍行心所，即係受想思觸作係點樣叫遍行心所咧？任何時間都存在嘅。譬如而家我同你講緊課，你聽緊課，其實你啊作意嚟聽，我作意嚟講咁簡單，即係有個作意喺度。咁但係咧作意咧簡單嚟講係咁，如果深啲講咧，就係你嗰個作意啊，你究竟修行嚟做乜㗎？你作意。咁如果你係斷咗身見啊，你修解脫道咧，你嘅作意就要止息生死輪迴，或者浪漫啲了生脫死，幾浪漫，了生脫死啊！咁呢個係你嘅作意，咁你咪修解脫道就係咁。咁所以禪修咧，第一樣嘢，你個見地係乜嘢？你自己問自己，個個人唔同。師傅唔只可以教你嗰個方法或者理論概念，但係你建立自己嘅見地係你自己嘅功夫啊，要自己去做。你有咗個見地啦，有咗個功夫啦，跟住你作意你個方向嘅。譬如你話
我已經發咗大菩提心噶啦咁樣。即係有啲老師係咁講，我都遇過啲老師啊，發大菩提心大願我要咧度一切眾生咁。咁如果你個願咁大咧，呢個係你嘅作意咯。咁如果你係呢個作意咧，你就要收相應嘅法啦。咁相應嘅法咧，你可能你要跟咩修嘅咧？跟解《生物經》啊，或者地藏十輪經啊等等呢啲咁嘅經修。咁原始經典教你解脫嘅法。咁如果你話我唔滿足啊，我要大我唔要嘥咁。咁如果咁嘅話，你自己選擇。我舉個例啫，即係呢個係個作意。咁跟住你就收相應嘅東西。咁你要好清晰喎。所以禪修第一件事，你嘅見地係點？第二你嘅作意係乜？即係你個方向係乜？或者如果大成就已經講第一樣嘢，你發願，你個願係乜嘢啊？咁你自己問自己喎。咁我自己嘅睇法咧，而家已經21世紀每個人可以有自己嘅選擇。咁所以咧就即係老師都幫唔到你㗎。通常老師同弟子咧，大家收唔同嘅東西，唔知點解會咁。所以我嗰陣時咧，初中學中國哲學嘅時候咧，有個人叫荀子喎。荀子係孟子嘅弟子喎。咁孟子講人之初性本善啫，嗰隻噶嘛，即係講四善端説噶嘛，即係點樣講啊？人人都有4個善端嘅。咁因為點解咧？見孺子之入井，你一定會救啊嘛。所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孺子之入井，孺子即係有個咧幼稚園都未讀嘅小朋友跌落個井度，唔係井啊，嗰個其實個捕獸器嚟，即係古文嗰個井係個捕獸器，捕獸即係擒落嚟會斷腳嗰啲喎。咁你就算你係大道，你都會救嘅。咁孟子就話咧，因為呢個咧就需要人人都有惻隱之心。所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咁但係佢有個弟子叫荀子咧，就講咧人人都係性惡論喎。咁我嗰陣時就好唔明，我點會走個性惡論出嚟？咁荀子就有個好出名嘅弟子叫咩咧？就叫李斯就幫秦始皇建立呢個秦國統一天下。咁呢個講完咗，即係我講俾你聽就係老師同學生咧分分鐘都可能心唔同嘅。咁你要睇自己嗰個嘅問自己個心啊。咁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因為而家講呢個六隨念。六隨念咧，第一個咧就係念佛。咁呢個念佛咧喺經典裏邊咧，就係無論你係大小乘經典都好啦，裏邊講呢個念佛咧係講念佛德。佛德即係咩意思？佛嘅功德。咁但係去到後期嘅，其實都唔係好後期喎，因為即係淨土嘅法門咧，就差唔多大乘佛教興起已經有啦。咁嘅時候咧，佢哋就係講念阿彌陀佛，即係所謂持名念佛。咁所以呢個咧就好唔同。即係我有少少好似漏咗少少，我 check 先。咁就所以如果你要學呢個嘅念佛法門咧，咁你要搞清楚自己係學呢個持名念佛啦，即係話學呢個嘅六隨念裏邊嘅念佛啦。咁六隨念裏邊咧係念佛嘅功德。咁念佛嘅功德喺邊度揾咧？就係喺佛陀嘅10個名號裏邊揾嘅。咁如果呢個六隨念裏邊咧，就係第一樣嘢頭先講咗啦，你嘅見地；第二樣嘢你嘅作意；第三樣嘢你就選擇你究竟想揾啲咩東西嚟修啦。咁呢個念佛咧，就係念佛嘅功德咧。佛陀咧就都幾讚歎呢個法嘅。咁佢喺好似後邊我都有揀啲經，佢喺個經典裏邊講咧，就係話如果你覺得驚，即係你覺得恐怖你就可以念佢嗰個功德，即係念佛。咁咧就嗰個恐懼咧就會消失。咁呢樣嘢你可以自己試下。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恐怖咁呢個喺經典裏邊咧，佛陀係親口教人，即係教嗰啲商人。即係佢有一次咧，就見到啲即係商女啦，咁啲商女供養佢啦，咁供養完之後咧，佢就教佢哋呢啲方法就係即係如果你唔係而家啊嘛，而家你行經商咪搭飛機咯不過搭飛機如果你搭咗架737都幾驚嘅。咁但係咧
以前嗰啲係絲綢之路，你諗下，即係啲駱駝隊咁樣慢慢行，咁你又驚遇到呢個沙塵暴，又驚遇到賊，又驚遇到呢個冇水啊，咁啊恐懼咁點咧？咁啊念佛嘅功德，咁呢個咧一陣間我哋可以試下。咁啊，第二樣嘢就念咩咧？就念法啦。呢度講嘅法咧係佛教嘅法，即係佛說嘅法啊。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念僧啊。咁呢個念僧咧就係念咩咧？念四雙八輩嘅呢個嘅聖賢僧啊，即係就唔係普通嚇。你千祈唔好走去念下，念咗個而家最紅嗰個叫釋咩？你唔記得咗？寶蓮寺唔係呢個。少林寺俾人捉咗個阿釋永順，即係有啲慘嘅啫。即係捉咗之後，即係佢自己好衰好啦。而家聽講，即係國內政府又開始收緊嗰個宗教政策，咁於是咧可能會影響到香港。呢個係即係我哋慢慢體會個點樣影響。嗱，咁我哋先即係簡單講嗰個六隨念啦，就係佛法僧。咁佛法僧呢三樣嘢咧，就即係大家咧，如果你係佛教徒咧，你就會好啱用嘅。咁但係因為呢個課程就唔一定係佛教徒啊。咁啊，其實呢個念佛、念法、念僧咧，我自己喺外邊涉獵咧，發覺原來天主教都有類似嘅東西。天主教嘅玫瑰經咧，就其實係念呢個天主同埋耶穌基督，都係叫玫瑰經，有埋聖母，有少少似嗰個嘅念佛嘅法門。佢哋一樣有念珠，一樣有經文啊，咁樣嚟念啊。咁所以每念一篇經文咧，其實係佢用憶念嘅方法嘅啊。咁所以叫隨念啊，即係跟你自己嗰個念就係咁啊。咁跟住落去咧就叫戒師天，好易記嘅啫。佛法僧戒師天叫六念啦。咁咧跟住落嚟嗰個戒咧，就唔係人哋嘅戒啊，係你自己持戒清淨，即係你覺得自己持戒清淨啊，好高興啊咁樣啊。因為點解持戒清淨會好高興咧？持戒清淨據講有機會升天㗎，即係你持戒清淨咧，即係總之六念法門咧，你念得好咧，都有機會咧升天嘅啊。咁啊，升天咧喺我哋可能香港人嚟講咧，覺得好遙遠，但係如果係喺印度人嚟講咧，升天差唔多可能係佢哋嗰個期望嚟嘅。因為點解咧？佢哋覺得人世間實在太苦。咁唔知你有冇呢個睇法？咁啊，而家咧可能都係有啲即係你叫佢做末劫又好，叫佢末世又好啦，個景象咧其實都幾恐怖。即係你見到有打仗啦，啊，咁啊以前打仗係都幾英勇啦嚇，咁而家啲打仗咧就見人就殺嘅，啊小朋友都照殺，嬰兒都照殺，咁啊咁跟住又有呢個嗰啲疫症啦嚇，譬如前幾年我都經歷過啦嚇，即係可以全世界都封城啊，咁又會即係而家11月啦，都仲打緊風啊，啊好似今日、琴日都仲打緊風，咁就嗰啲風咧，即係以前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咧，即係住木屋嘅時候咧，就怕打風嘅啫。上咗石屎樓已經唔怕打風啦。但係而家咧，自從香港有嗰一次叫天鴿之後咧，住石屎樓都怕打風啊，因為實在太厲害。咁點解會咁咧？就係因為其實好簡單嘅，因為溫度上升咗，個水位高咗就咁簡單，所以嗰啲風嘅能量大咗。咁所以即係喺印度嘅。或者而家都係，因為印度人咧個信仰係非常之厲害啊，咁所以咧佢哋好多都係以生天為目標啊，咁所以咧就持戒、布施啊，同埋生天啊，咁呢個咧係佢哋嗰個嘅可能係人生嘅理想嚟。咁啊，如果你係冇宗教信仰啊，或者咧咁啊，即係當聽古仔咁聽啦。咁如果佛陀講咧，或者大弟子講咧，你憶念呢六樣嘢咧，就起碼會生起一個歡喜心。咁生起歡喜心嘅時候咧，貪嗔痴唔生起啊。咁於是咧就會快樂。咁喺命終嘅時候咧，就會有機會生天界。咁呢個天界咧指欲界天啊，指欲界即係六欲天。因為點解咧？如果根據經典裏邊講咧，你要上更高嘅天咧，譬如色界天，你有禪修嘅功夫啊。咁呢個六念咧。
你如果要修到有禪定嘅功夫咧，咁都可以生呢個更高嘅天嘅啊。不過一般嚟講，前嗰即係所謂六念咧，佛陀係對呢個在家人講嘅比較多。咁咧，如果係將呢六念再加上咧呢個嘅出入息，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嘅出入息念啊，加上咧呢個嘅死亡念啊，即係觀死啊，誒觀察呢個死亡。咁啊，觀察死亡就係令到眾生咧，即係修行者咧，呢個出離心同埋不放逸啦，啊，同埋身念，身念即係身念住啊，同埋呢個嘅寧靜隨念啊，即係憶念咧呢個寧靜乃至呢個涅槃啊，咁呢個叫十念啊，即係延伸落去十念法。咁啊，通常我都會講經嘅。咁下低呢個經咧，就係唔係佛講嘅，係呢個迦旃延講嘅啊，迦旃延啊。咁呢個迦旃延咧，就有啲嘅資料講咧，佢其實係一個即係皮膚好深色嘅人嚟，即係可能係一啲嘅好低種姓嘅人嚟。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咧就即係外道啊，或者佢嗰啲唔熟悉嘅人，可能咧就會睇小佢，因為你知印度人咧講種姓啊嘛。咁但係其實佢係十大弟子之一嚟，即係佢説法係非常之厲害啊。咁啊嗱，呢個《雜阿含經》五靈經啊，咁啊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啦。咁爾時尊者摩訶迦旃延咧就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啊。咁啊尊者迦旃延咧就同啲比丘講，因為佢係大師兄啊，所以佢可以同咧呢個比丘説法啊。所以咧原始佛教嘅經典已經係咧唔係一定係佛講嘅，有甚至有居士講添喎，即係呢個嘅。給孤獨長者都有説法嘅，啊，阿智多居士都有説法嘅，啊，不過就少咁解。嗱咁佢話咧，佛世尊啊，如來應等正覺正所知所見啊，説六法出苦處，生於勝處，説一乘道淨諸眾生，離諸惱苦啊，憂悲息滅，得真如法。嗱，唔知你中唔中意呢啲古文啊？我就幾中意嘅，因為咧好似有韻咁嘅嚇，好鏗鏘嘅讀起上。咁佢話佛世尊啦，啊，咁如果我哋修呢個嘅雜念咧，其中嘅佛隨念咧就係世尊啊，世尊即係百覺華。咁啊，所以你去到南傳嗰啲嚇，即係嗰啲嘅道場咧，佢會南無達沙百覺華多就係呢個，咁就係世尊。咁世尊咧，如來呢個咧就其實咧就係佛陀嘅自稱嚟嘅。咁但係因為而家我哋講緊《雜阿含經》，《雜阿含經》咧，如來咧就入埋落十號裏邊嘅，所以咧度度嗰個嘅翻譯有啲唔同啊。咁一般咧，如來咧，如果南傳就唔入落去呢個十號裏邊嘅啊。如來就即係個翻譯就好有趣嚇。咁啊，塔塔格塔，咁佢翻譯做咧就如來啊，有啲講就好似嚟咗啊。咁啊，有話如去啊，好似去咗，其實冇嚟冇去。咁啊，即係你講緊乜咧？咁你自己參考啦。咁啊，如來跟住應啊，呢個應即係阿羅漢。咁啊，因為大小乘嘅爭論咧，所以《雜阿含經》咧就譯做應嘅啫。其實即係應供啊，應受供養者咁解。咁啊，等正覺啊，等正覺即係無上正等正覺啊，無上正等正覺即係最高嘅覺悟者。咁有啲嘅漢傳翻譯咧，譯做正遍知嘅。你睇經咧就知啦，所知所見，佢嘅知佢嘅見解。所以其實你係聖人定你係凡夫，建立喺咩地方？所知所見。你係邊一果嘅聖者啊？你係初果有四果，建立係你所知所見。你究竟你嘅見解點？你嘅見，你知道啲什麼東西？咁呢啲係咩咧？你嘅智慧啊。咁所以其實咧，佛教係一個智慧嘅宗教。咁所以咧，重點喺個智慧嗰度。咁啊，説六法出苦處，生於勝處喎。啊，説一乘道咧就淨諸眾生。咁咧，佢呢六法即係六隨念啦。咁啊，説一乘道淨諸眾生。咁呢個就比較奇怪嘅嚇，因為咧，其實呢個一乘道咧，通常就係講呢個四念處嘅。因為其實南傳咧，啱啱我過咗去對上個課程咧，就講四念處咧，就係佛陀講唯一嘅道路，話四念處係唯一嘅道路啊。
即係好似個公案咁啊，點解四念處係唯一一個道路唔係八正道咧？啊，你哋唔問我問翻你，咁呢個係最好啊，真係啊。咁啊，漢傳中國人譯咧就譯做一成道，咁但係喺呢度咧，佢呢個一成道淨諸眾生咧就用喺六念裏邊，咁所以比較奇怪。咁如果我嘅睇法咧，佢呢個說六法出苦處，生於聖處，說一成道淨於眾生咧，就呢個一成道未必講六法嘅。佢話即係佢形容佛陀啫嘛。咁所以呢度咧睇你點睇啦。咁所以你話一成道係講呢六法又得，咁但係一成道係講佛說嘅，即係普遍 generally speaking 講佛陀說嘅東西亦都得。咁所以咧呢度就即係睇你點樣睇啦。因為有啲嘅譯經，即係解釋經咧，就哦原來六法都係叫一成道咁樣。咁我就有少少唔係幾認同嘅。咁睇你點睇？咁啊，說一成道淨諸眾生，離諸惱苦嚇，憂悲息滅。即係你修呢個佛陀嘅法咧，最重要係離苦得樂啊！無論大小成咁講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修佛法咧，修到即係越修越苦咧，就可能有啲問題。即係要自己去睇下有啲咩問題，係咪你遇到一啲嘅法上邊嘅疑難咧，咪要揾老師啊，或者揾師傅解決，幫手解決啊。最重要都係你自己。抑或你遇到一啲嘅挑戰咧啊，因為咧修佛法咧就唔係一條直路嚟嘅，一成道一條直路梗係唔係，即係落山谷上高山咁樣。即係你咁喺中途咧會遇到好多嘅挑戰啊，遇到好多嘅挫折嘅，睇你自己係點咧。通常挫折越大咧，即係你收嘅東西有啲味道。即係如果你收嚟收去都唔知幾爽啊，都唔知幾快樂，咁就可能咧你都係喺淺層嗰度行緊啊。咁如果你收嘅時候遇到好大嘅挑戰咧，甚至有啲話哎呀搞唔掂啊，有天魔嚟搞我啦咁樣，咁你可能真係好犀利。咁但係咧，通常話天魔嚟搞你嗰啲，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十件做咗九件都係假嘅。啊，通常都係你自己嘅心理作用。因為咧，大佬高手過招啊嘛，天魔係他化自在天嘅天神天人，得鬼閒嚟搞你咩？如果你嗰啲時魔菩提徒，即係細薯仔啊，真係好坦白。咁如果個天魔都得閒嚟搞你嘅話，即係話你大修行人，即係好似佛陀啊嗰啲大弟子啊，嗰啲天魔先嚟搞佢噶嘛。咁所以咧，要睇清楚啊！所以如果學佛嘅時候遇到挫折、遇到挑戰，哇，證明可能你修得得力。咁所以咧，你就要繼續努力啦。嗱，得真如法，嗱呢個真如法咧，其實即係真理咁解。啊，中國人嗰啲翻譯真係好厲害，真如啊。咁啊，有啲師傅就話咧，唉，成大藏經啊，即係所謂十二部經啊，講咩嘅咧咁樣啊？而家你要賣呢個紙本嘅大藏經，因為大件事啊，70幾本成串口，我去佛前問可唔可以單買？唔得啊，一買要買一套70幾本喎，好似唔止70幾本嘅喎，點買啊？即係要揾個圖書館嚟裝，冇辦法啦，佢哋係咁喎。跟住唔係喎，而家網上全部有嘅喎，所以遲啲真係冇人買紙噶啦啊！咁啊，言歸正傳，佢話大藏十二部經其實講咩咧？得4個字，其實你哋一定識，就係如是我聞呢4個字。咁啊，好似講笑啊嘛。因為點解咧？講真㗎，佛經就係講如是，就係呢個真如，真係好似咁㗎。咁呢個真如咧，簡單嚟講就好似真理咯。簡單嚟講係真理咯。咁如果係你要知道呢個雜阿含經咧，譯嗰人叫求羅跋陀羅，佢同時又譯呢個靈伽經或者叫靈家經。即係我初初覺得好奇怪，點會譯雜阿含經又譯靈家經咁？或者有啲最近有啲同學仔同我講，佢有譯聖萬經啊咁樣啊。聖萬經我就30年前咧聽過啊，我就呢個靈家經咧我睇過，咁但係咧好同呢個雜阿含經嘅風格係非常之唔同。咁但係同一個人譯啊，咁啊，所以呢個得真如法，因為佢係大乘嘅論師咧，咁所以佢呢個真如咧，一般如果你大乘嘅修行咧，就要證真如，即係你要揾到、體會到呢個真如啊。咁啊，何等為六咧嚇？翻去呢個迦旃延啊，咁就話
佛弟子咧，聖弟子嚇，念如來應等正覺所行法淨。你留心咧，唔係就咁念如來應等正覺喎，係所行法淨，即係話咧，佢佛陀所行嗰啲正法啊，所行嗰啲清淨嘅法，所行嗰啲咧有智慧嘅法啊，清淨眾生嘅法啊，所以係佢嘅功德啊。咁跟住咧，嗱，你睇下呢個嘅翻譯啊，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知佛世尊。嗱，佢呢個翻譯，你睇嗰啲標點符號咧，係比較特別嘅。嗱，呢個我係喺網上攞嘅啫，即係網上閱讀嗰度啊。咁就係如來啊，咁佢入落十號之一嘅應，即係應供啦，應阿羅漢啦，等正覺啊，無上正等正覺啦，啊，明行具足啊，即係你嘅智慧啊，同埋德行都係具足嘅。咁就善逝啦，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知佛世尊。咁佢因為要加埋個如來落去咧，所以佢佛世尊咧就兩個變埋一個。咁啊有啲問題嘅，其實我覺得，因為佛同埋世尊係兩個字，一個 Buddha，一個入巴格瓦啊，所以應該係兩個字。咁所以呢個世尊咧，順帶一提，如果你係即係乜都睇嗰啲人咧，印度教咪有本好出名嘅薄伽梵歌嘅，嗰個巴格瓦就係呢個字。所以其實咧，佛教都係印度文化嗰出嚟嘅，不過佢自己咧就突出咗另外有創意就解啦。咁所以喺印度教嘅角度咧，聽清楚喺印度教嘅角度嚇，佛教係異端嚟啊。咁所以個呢個咧就要大家明喎啊。如果唔係你見到啲印度教徒點樣走嚟佛嗰時，有個同學問過呢個問題喺之前教書嘅時候，啊點解印度教徒走嚟佛寺嗰度即係禮拜嘅咧？咁我話你真係有所不知。你知唔知點解？好似講過好多次嘅，我喺我課。如果你上過我課，你一定知啊。因為咧，印度教有三個大神，唔係皇帝底下嗰啲大神啊，即係三個最偉大嘅天神啊。一個係梵天，第二個係呢個嘅書佛，第三個咧就係呢個嘅毗濕奴。咁咧，印度教真係非常之厲害嘅。佢話咧，阿佛陀係毗濕奴嘅第9個化身。咁所以你哋唔使拜佛陀噶啦，你拜毗濕奴得嘅。哇！呢招非常之成功，所以喺印度咧12世紀之後已經冇佛教，咁但係有佛像喎。你而家去買呢個佛像喎嚇，咁點解？我毗濕奴嚟，即係喺印度教徒嘅印象，佢哋係毗濕奴。咁所以佢可以喺佛寺禮拜嘅，即係佢離開咗佢哋嘅國家，咁嚟到香港，佢又唔知原來印度教廟喺跑馬地粉紅色嗰間就係啦。咁佢咪求其揾間佛寺入去拜佛咯。咁你就好奇怪，點解你拜佛？我拜毗濕奴，點解我唔係拜佛？咁所以呢啲咧就宗教與宗教之間嘅東西咧，你如果有興趣去研究咧，好有趣嘅。但係你要小心研究啲東西咧，好容易亂㗎，呢度亂，你有定心理準備啊。咁咧就聖弟子念如來啊，應所行法故。嗱，留心呢個啦，因為呢個迦旃延咧講説嘅法真係好有道理，好有深度。嗱，佢念佛嘅時候有乜好處咧？呢度講修行啊，呢度就唔係好似佛陀咧教嗰啲商女咧，你如果遇到恐怖驚啊，真係你就念我嗰個嘅10號啦咁。佢呢度係教你點樣修行啊。佢話咧，你念佛陀嘅功德嘅時候咧，你會離貪欲覺、離瞋恚覺、離害覺。嗱，呢個覺咧就即係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嗰個覺，即係後來嘅翻譯譯做尋。咁如果你係睇南傳咧，可能譯做咧貪欲尋、瞋恚尋同埋害尋，其實係一個嘅心理嘅思維活動啊，有呢個嘅輕微嘅貪欲喺裏邊，所以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咁咧，我哋普通人咧，常人，我哋唔喺貪欲尋裏邊咧，就喺瞋恚尋裏邊。如果唔喺害尋裏邊，啊，你自己觀察自己嘅心啊，即係咧，你有時你搭地鐵咧。咁我呢啲半退休人士咧，其實就已經好少咧同人逼翻工，即係8點鐘都去搭地鐵嗰隻咧，八點40零分搭地鐵嗰隻咧。咁啊，因為今朝就有啲某啲嘅特別嘅情況，就走去同人逼下地鐵，原來真係要2、3班車先上到車。
真係要3班車先上到車。咁我發覺咧，乜我讚喎，真係啲人香港人嘅質素真係非常之好，冇人推你嘅喎，即係有人會越過你喺你前面逼咗入去又有，但係冇人推你。即係有時你覺得咁逼好入嘅啩，咁後邊嗰啲人覺得唔係幾逼，咁於是咪一閃去你前面，啜咗入去就有，但係冇人推你喎。咁可能見到我咁老，你推跌咗喺地瓜咗嗰時，真係講唔埋嘅啫，老實講。咁啊，咁於是乎咧就讚歎啊。咁但係咧，你喺咁逼仄嘅環境裏邊咧，上到車，咁我又揸住晒嗰啲咩樂器啊，冇嘢俾你掹，咁你真係啷下跌一跌咁點算咧？我喺度諗，哇架車行得咁快，如果突然間停一停咧，就即係全架車人冧骨牌啊！咁嗰下咧，你又真係有啲恐懼啊！咁嗰時候我冇諗起念佛啊，咁啊，即係有少少嗰啲所謂嘅貪欲尋啊，瞋恚尋生起啊！邊度可以有個手抽俾我掹掹？咁啊發覺冇嘅，咁你哋要好小心啊，因為嗰啲隔離嗰啲女士咧，佢哋仲係好專心咁做緊一樣嘢。碌緊手機，我死啦！一個唔講意，即係跌嘅時候扶佢嘅時候，分分鐘可能犯官非喎，所以佢隻手就一定係咁大。咁就攬住啲樂器咯，就係咁。所以呢個咧就生活上去睇呢啲東西。咁即係話咧，當你念佛嘅功德嘅時候，你個心係離開呢啲貪欲尋、瞋恚尋、愛尋。咁嘅時候點樣咧？聖弟子出染着心啊！咁咩叫染着心咧？就係五欲功德啊！呢個五欲功德即係累積嗰啲五欲嗰啲咁嘅活動啊！咁啊，呢個此五欲功德咧，離貪嗔痴，安住於正念正智喎啊，成於直道嗱。咁呢個咧就講得非常之深啦。即係你念佛功德嘅時候咧，你離開咗呢個嘅貪欲嗔恚疑痴嘅思維，離開咗呢個染着五欲功德啊。咁當你離開呢五欲功德嘅時候咧，你安住喺個正念同埋正知啊，成於直道，即係你喺個直道上邊。呢個直道咩？梗係八正道啊。咁呢個八正道向於咩咧？收集念佛正向涅槃啊。所以點解佢話一成道啊？咁解，即係呢個係向住嗰啲盤啊。咁啊，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啊，說第一出苦處，生於勝處啊，一成道淨於眾生啊，就係咁解啦。即係重複上面嘅說話啫。嗱，呢個涅槃咧，即係大家又唔使見到佢嘅時候咧，就會好緊張啊。因為咧，而家有時遇到一啲嘅學生咧，就因為佢學大乘，咁學大乘嘅時候咧，就我哋修啊不住涅槃嘅，聽過？不住涅槃啊，都未聽過咩？都知唔講，唔好講啊。咁啊，即係講就講埋，即係如果係修大乘有啲嘅師兄咧，或者大德咧，就話咧嗱，我大智咧我就不入生死，但我大慈咧我就不入涅槃。有冇聽過？咁呢個叫不住涅槃。大慈不住涅槃，點解？因為我要度眾生，入咗涅槃我度唔到眾生，但係咧我又大智喎，我不住生死，即係生死又唔住，涅槃又唔住，兩邊不住。呢個係佢哋講嘅中道，即係大乘嘅中道。唔好睇笑，呢個好難做噶。呢個非常之困難㗎嚇，講嘅易啊，即係我背俾你聽嘅易啊，你真係做好難。咁所以咧，就大家見到呢個涅槃又唔使咁緊張嘅，你自己選擇嘅，即係你入涅槃，你入到先算啦，或者咁講啊，或者你見到先算啦嚇。通常你見到先入到噶嘛啊，咁你見到啊，咁你咪先決定入唔入咯。咁《心經》都有講㗎，記唔記得《心經》點講啊？《心經》點講㗎？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啊！咁啊，呢個就無苦集滅道，無智無得以無所得故，小心嚇！呢個係大菩薩嘅境界嘅，係大菩薩嘅境界先可以叫做無智亦無得㗎，先可以無苦集滅道，無智無得以無所得故啊！咁跟住點啊？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你要心無掛礙，遠離顛倒夢想。咩叫顛倒夢想？哇！你咁似我當年嘅，
當年我嘅老師一問問題嘅時候，我就係咁噶啦，耷低頭，真係㗎。當年上呢個阿皮達摩，我一問問題，佢真係會問你喎，真係會問你，唔係一個問題啊，真係唔識嗰度先係大問題。咁所以咧就遠離顛倒夢想，顛倒夢想呢個好簡單嘅嘢嘅啫。無常嘅嘢你以為常，無我嘅嘢你以為有我啊，苦你以為樂，咁就叫做顛倒夢想啊。咁所以你要遠離顛倒夢想，先要究竟涅槃啊。所以咧《心經》一樣有講涅槃嘅，仲係究竟添啊，究竟涅槃啊。咁啊呢個咧點樣睇題咧？因為咧即係大家我有啲懷疑，好多可能都有學呢個嘅大乘嘅，咁就希望大家咧可以通。即係你要融會貫通，至於你自己嘅選擇係你個人嘅事啊！啊，我嘅責任咧就係想你咧解惑啊，即係你唔好有疑惑咁解啫啊！咁呢個咧就第一個嗱，呢個迦旃延尊者講得非常之深入嘅啊，佢唔係咧就好似佛陀咁，佛陀唔係講得唔深入，而係佢嘅對機者咧係一啲商旅，即係一啲咧就完全唔識佛法嘅人。咁佢咪同你講係你念我嘅功德啊，你可以咧即係離開呢個嘅恐怖咯。咁但係依家咧，迦旃延尊者對嗰啲係修品解決道，而且咧即係可能有一定功夫嘅比丘。咁所以佢咪講咧，你如果念佛嘅功德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離開貪欲瞋恚愚痴嘅思維害嘅思維，sorry啊，貪欲瞋恚害嘅思維。咁咧就出呢個染着心啊，咁然之後咧就係離呢個嘅欲功德。咁就行呢條解決到正向涅槃啊，所以佢講得咧係深入啲。嗱，呢個就念佛咯喎。咁咧，如果你要學呢個念佛咧，第一件事就冇念南無阿彌陀佛咁簡單啊。因為南無阿彌陀佛得幾個字啫嘛。啊，我以前都學過嘅其實啊，你可以念四個字，四個音，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四個音啊。或者你可以念咧就五個音，五個音係咩？觀世音菩薩。因為如果你淨土法門咧，觀世音菩薩同埋阿彌陀佛一樣嘅，因為兩個都係喺呢個嘅嗰個叫極樂世界、極樂嘅淨土裏邊嘅西方淨土裏邊嘅即係主持啊。咁啊，你都可以念咧南無阿彌陀佛啊。咁但係咧，如果你要念佛陀嘅功德啊，釋迦牟尼佛陀嘅功德咧，首先你要十號你要識背啦啊。咁識背之後咧，跟住你要喺嗰個思維裏邊咧，即係你禪修嘅時候咧，去憶念啊呢個十個號。咁初初就唔使念晒咁多嘅啊，即係你只需要念咧呢個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啊，咁已經可以夠嘅啊。即係喺初初嘅時候，跟住你憶念咧，譬如呢個嘅世尊啊係吉祥者啊、至聖者啊，咁呢個阿羅漢咧係應受供養者啊。咁呢個嘅等正覺係最高嘅覺悟者、圓滿嘅覺悟者，即係你喺嗰個思維裏邊，即係喺你個心裏邊咧，憶念呢樣嘢啊，咁已經可以。咁如果你係一個嘅皈依佛弟子咧，你憶念呢樣嘢嘅時候咧，會生起一個嘅歡喜心啊。咁呢個咧就，如果你唔係一個嘅佛弟子咧，咁啊冇乜所謂啦，你收唔收呢個法啊？咁啊，如果你係一個天主教徒嘅話咧，你不妨試下咧憶念下呢個聖母瑪利亞，其實同一樣嘅法門嚟㗎。我自己睇法，即係相似嘅法門啊，即係咧大家咧唔同嘅宗教，咁但係有類似嘅修法嘅啊。嗱，咁跟住咧，嗱，復次聖弟子念於正法，講埋呢個正法啦。咁你話咧，我唔想淨係念法咁少啊，念埋正法啊。咁呢個正法咧係佛嘅教法嗱，因為呢個法丹麻呢個字係多義詞嘅，丹麻可以指一切法啊，一切無為法，一切有為法啊。咁呢個叫丹麻。咁啊，一切法咩意思？一切現象。我哋人生係一個現象，全世界山河大地係一個現象啊。咁啊，但係呢度講嘅法咧，係佛陀所講嘅正法啊。咁嗱，你睇佢呢個文字點講啦？念於世尊啊，言法律。佛陀咧喺原始經典裏邊教兩樣嘢，一樣叫法，一樣叫律。啊，律即係戒律啊。咁所以而家咧有呢個嘅 sutra 啊，咁啊即係嗰個嘅經啦啊，同埋律啊。咁律嚟講咧。
就係有律狀㗎，你可以睇嘅，一樣好似經咁。不過佢嗰個重點有啲唔同啊，又係有古仔咁。譬如講一樣嘢啊，點解會佛陀咧就設呢個殺戒或者呢個淫戒啊？設呢個淫戒，因為咧即係講古仔都講過好多次啦。佛陀初嘅時候，因為個個嘅大弟子都係阿羅漢嚟㗎，根本唔需要制戒啊。咁後來就開始咧，嗰啲嘅弟子越嚟越多，所謂良莠不齊啦。有啲即係唔係話質素差，而係因為佢初修行。咁啊，據講咧，如果我記得個古仔就係咧，點解佛陀制呢個淫戒咧？就係因為咧有一個嘅佛弟子啊，好似仲係證咗果位嘅弟子添。咁但係佢係因為家中嘅獨子嚟嘅，啊家中嘅獨生子，咁佢出咗家，咁跟住咧就翻到屋企，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啲父母就話：大佬咁多家產啊，咁多田產、地產、房產啊，咁啊〜你又娶咗出家，咁啊又冇仔，咁搞法嘅時候咧，就即係有法例規定咧，就唔係好似而家香港咁嘛。以前就係如果即係嗰個家主死咗啦，啊咁就冇仔嘅話咧，財產歸國有，喂即係益咗，咁啲國家都好嘅。咁但係咁好似咧就即係個父母唔係幾滿意啊，喂你好唔好搞即係咩？即係留個種啊！啊，即係講白啲。咁於是乎咧，佢就真係同即係佢有太太嘅啫，佢有太太。咁即係咧就即係同佢太太有夫妻嘅行為。咁就希望咧就生個仔，咁就可以繼承個家產。咁呢件事就當然即係爭權無秘密噶嘛。咁於是去到佛陀嗰度搞唔掂咁。咁但係嗰時未有戒啊，未有戒就冇得犯噶嘛。咁於是佛陀制戒啊，所以就因為咁制戒。呢個喺律藏嗰度有。經藏就冇呢啲咁嘅記載嘅，啊，經藏冇呢啲記載，咁你可以睇律藏啊，有咩五分律啊、四分律啊嗰啲，啊，而家就真係非常之容易咧，上網啊，網上閲讀乜都有，但係有個問題咧，當咁容易嘅時候咧，人就唔會珍惜啊，就唔睇啊，我都係點解會睇咧？因為我要備課，要備課，所以有時咧，各位師兄，如果你有興趣出嚟教咧，真係可以出嚟教下。因為咧逼到你一定要去讀經，一定要去讀嗰啲咁嘅書，因為你要備課啊嘛。咁你備課之餘，你又即係一定要對得住啲學生啊，一定要對得住個課程啊。之後有冇人再揾你教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啊？咁你當學法一定要活在當下啊！你當下要解決呢個課程嘅問題，咁於是你咪要去即係旁徵博引啊，所謂。咁你旁徵博引，你咪要讀書讀經啊。讀論咯呢啲嚇，不過咧讀書讀經讀論咧，好坦白咁講，有時會影響你自己修行，即係會影響你自己嗰個嘅個人嗰個修行啊。咁呢個就即係一方面會增進咗你嘅知識，但係一方面未必可以幫到你個人嘅修行。睇你修邊樣，睇你修邊樣，睇你修邊一樣嘅佛教啊，咁你自己去選擇啊。即係我將我嘅經驗嚟講嘅。嗱，佢話念佛世尊嘅現法律啊，咁就離諸熱奧啊。嗱，呢個係講嗰個佛陀說法嗰個特色嘅離諸熱奧惱啊，sorry，離諸熱惱，即係咧佢嘅法係會令到人離開呢個煩惱。嗰啲煩惱咧，好似火咁燒緊一個人，燒緊個人嘅咩心啊？咁所以咧，佛陀教嘅法係會令到你清涼啊。咁所以離諸熱惱，跟住非時，哇，大佬點解非時嘅？非時即係話咧冇時間限制嘅，冇時間限制即係咩意思咧？任何時間佛說嘅法都啱用，2500年前啱用，1000年前啱用，啊，2000年前啱用，啊，武則天個時代啱用，啊，呢個嘅梁武帝嘅時候啱用，啊，乃至六祖壇經嘅時候六祖啱用，去到清朝嘅時候雍正皇帝一樣啱用，到而家一樣啱用，所以叫非時，任何時間都啱用啊。咁啊，通達，即係咧，你可以咧係通達嘅，嗰樣法唔係咧講咗俾你聽，你講極都唔明啊，你可以通達嘅啊。咁啊，即叫現法緣自覺悟啊，即係咧，你如果通達咧，你可以咧現法，即係咧你係今生現時啊當下啊，你就可以自己去覺悟，即係唔係話等下一生。因為好多宗教咧，佢唔知點解冇即係。
都會下咧你嗰個理想喺未來世啊，即係譬如有啲嘅好多嘅宗教都係咧天國啊，你個目標係去天國或者去呢個嘅都係天國，去天國啊，咁啊或者去淨土咁啊，咁但係咧如果你禪宗咧淨土喺邊度咧？淨土就喺呢度。你睇下聖嚴法師或者一行禪師嗰啲講法咧，叫唯心淨土啊，即係你心正嘅時候，當下就係淨土啊。呢個比較深嘅講法啦。咁即係話咧，你如果學佛嘅法咧，你係現生啊就可以得到體證嘅。咁佢話爾時咧，聖弟子念諸正法啊一樣啦，就不起欲國、瞋恚、害國，即係其實上邊嗰個一樣啦。你唔會咧有貪欲嘅思維、瞋恚嘅思維同埋害嘅思維啊。於是咧就聖弟子出染着心啦，同上面一樣噶啦。咁咩叫染着心咧？五欲功德，即係累積嗰啲五欲嘅嗰啲嘅種種嘅業啊嚇。咁就於此五欲功德咧離貪為痴啊！呢個最初嘅翻譯唔係貪嗔痴，係講貪為痴。就安住正知正念啊，成於直道。咁你要行喺嗰個嘅解脫嘅正道上面，八正道上邊，咁啊收集念法啊，正向涅槃啊咁。咁啊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第二出苦，升於聖道啊。咁啊一成道淨於眾生啊。咁呢個文字一樣，就唔再重複啦。咁呢個念法啊，時間先。咁或者講埋個念僧啊。嗱，復次聖弟子念於僧法。嗱，呢個僧咧就唔係指任何一個嘅比丘，係指四雙八輩嘅聖僧。嗱，四雙八輩咧，嚴格嚟講，嗱，你見到佢啦，善向、正向、直向、等向啊。咁如果用現代嘅語言咧，就即係話咧正確嘅啊、良善嘅、正直嘅啊，咁啊向呢個嘅善法嘅啊，就修隨順行。咁即係咩意思咧？嗱，而家嘅人學佛法咧，就同阿佛陀嗰個年代好唔同，或者同古人都好唔同。所以有時，譬如你喺街上面見到一個嘅着住僧袍嘅人咧，有時你會有少少嘅人懷疑嘅。我自己都係，即係你究竟係咪假和尚咧咁？咁因為真係有嘛，即係我見過咧，就喺我以前住喺大圍嘅，咁啊見到一個咧比丘尼就播緊嗰啲嘅佛號。咁佢自己好似揸住啲念珠喺度念，咁前邊就擺一個嗰啲咁嘅類似缽咁嘅東西，咁啊自然行過，唔係而家講緊成20年前，咁就行過嘅時候咧，我都有個嘅即係意欲，就係想俾封利是佢啊，即係咁。嗰時唔識啊嘛，啊，咁啊後來就發覺咧，原來佢話漢傳係冇呢啲咁嘅乞食制度啊，即係咁，所以呢啲啊大家要留心。咁啊南傳就掂啦，係嘛？南傳你講到咁好啦。係一定噶，小心。因為點解咧？真嘢先有假嘢噶嘛，即係你嗰樣嘢珍貴咧，先有人假噶嘛。所以咧，有假嘅鑽石，有假嘅金啊，甚至有假嘅銅。嗰啲最平嗰啲鐵啊，嗰啲冇假噶嘛。啊，咁所以咧，有時如果你見到嗰啲着晒南傳僧袍啊，教你買佛牌啊嗰啲咧，你就要真係好小心。買個佛牌都冇乜所謂啊，有時佢會即係好奇怪嘅泰國呢個地方。即係咧最即係最厲害嘅高僧啊！即係阿姜查呢啲巴蓬子頭陀行啊！而家傳遍世界嘅呢個，即係當然上個世紀已經圓寂咗嘅高僧阿姜查，又係講緊泰國，但係咧養鬼仔啊、佛牌啊嗰啲嘅又係泰國，咁所以你要好小心嘅，即係你要觀察啊，睇下佢講嘅乜嘢。譬如咧，你睇下阿姜查嘅書咧，講明不得買賣佛牌，即係佢嗰個書後邊嗰度咧有，即係喺巴房子裏邊修行咧，你有乜嘢要注意啊？就係呢啲啊。嗱，咁所謂嘅四雙八輩嘅僧團咧，呢度講四雙八士啊，就係向須陀洹啊，須陀洹即係呢個嘅初果啦，得須陀洹啊，即係得初果啦。咁啊向斯陀含啊，得斯陀含，向阿羅漢啊，阿羅含得阿羅含，即係三個啦。
向阿羅漢得阿羅漢。嗱，都向位咧，即係未曾正式攞到個果位嘅，就到但未到啊。咁得先到，咁所以咧向或者叫初果向咧，就未係初果嘅，差唔多到啊。咁通常有兩種人嘅，一種叫隨法行，一種叫隨信行。即係所有嘅宗教人士都有兩種啊。一種咧就係咧比較信仰性重啲嘅，咁啊隨信行；一種咧就比較所謂嘅有即係好似我呢挺咧，就去學理論啊、學概念啊、學埋一大堆嗰啲咁嘅 concept 啊。咁嗰啲又叫隨法行啊，或者跟啲法嚟修啊咁樣樣。咁啊，咁咧就叫向。咁一般咧，如果漢傳嘅講法咧，就係呢八輩裏邊咧，就由呢個須陀洹果開始咧，就叫聖僧啊。咁啊，如果向嘅話未到啊，未到，所以叫賢啊。咁所以就聖賢僧咁解，或者賢聖僧咁解。咁但係咧，有啲講法就唔係啊，全部都叫聖㗎啦，咁樣聖僧㗎。而家講緊僧人，咁所以你要睇清楚。咁咧嗱，呢個咧，如果根據經典咧，你係四雙八輩咧，先能夠即係你只有果位嘅喎，向位都唔容易嘅話，咁你先然之後先可以叫聖，即係唔係咁簡單啊。咁你話係咪咁難？又好似唔係咁難。要根據原始經典就唔係咁難啊。咁啊，南傳如果你跟阿毗達摩咧，都比較難啊。咁啊，即係喺你嗰個嘅其實即係好睇你自己個福德，即係你睇你個福，同埋睇你嘅智慧啊。所以佛陀叫明行足咁解，即係你又要有智慧，又要有呢個修行嘅功夫，又要有福德啊。咁然之後你學法先至得嘅。好啦，咁啊，示明咧世尊弟子嘅僧戒具足、定具足、慧具足、解脫具足啊、解脫知見具足啊。咁呢五樣咧就叫五分法身啊。咁即係話咧，一個如果係阿羅漢咧，就五分法身，即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具足啊。咁咧供養啊，恭敬禮拜處，即係咧世上無上嘅福田啊。呢個佛陀自己講嘅，即係你供佛就，如果你供佛就最理想啦，即係個福報就最犀利啦。咁但係唔係成日有佛噶嘛，辟支佛就其次啦，啊，亦都唔係成日有辟支佛噶嘛。咁咧就呢啲聖賢僧咧機會多啲，咁所以佢哋係世上無上嘅福田，即係好似一塊田你去種福咁樣啊。咁啊，所以咧你就去供養呢個嘅四雙八輩啦嚇。咁但係我哋普通人，我哋唔知邊啲係四雙八輩嘅喎啊。咁所以你只能夠平等供養，你唔好有個我訪問下你先，你幾多果㗎咁樣，千祈唔好制啊，即係會好尷尬㗎嚇。即係如果你係南傳嗰啲僧人咧，佢分分鐘唔睬你嘅啊，就咁樣啊。咁因為佢哋有佢哋嘅尊嚴啊。我有時呢啲佢覺得係冇意義嘅問題，佢會答你嘅，真係唔係講笑啊。我就試過犯過啲錯誤啊，話翻俾你哋咁啊。咁啊，聖弟子如是念僧時咧，就以時聖弟子不起一樣啊，同上邊啊，即係唔起貪欲瞋恚害嘅思維。咁咧出染心啊，咩叫出染着心咧？就係呢個五欲功德啊，即係對呢個五欲功德嚟呢個貪慧痴，咁啊安住諸正知正念啊，成於直道，即係八正道啦啊。咁就念僧正向涅槃。咁即係如果根據呢個迦旃延講咧，呢個六念法門就唔淨止係在家人修嘅，佢而家係對啲比丘講噶嘛，即係一樣可以咧證到涅槃嘅啊。咁啊下邊開始咧就講呢個戒啦啊。我哋咧唔講住啦，我哋講到呢度。咁我哋講到呢度咧，咁我哋開始咧就禪修嘅功課啦。因為今堂咧，我哋就講呢個嘅念佛啊。咁我哋嘗試咧就即係修呢個嘅念佛嘅法門，當然係原始佛教或者南傳佛教嘅念佛法門。我睇下有冇相片可以，要揾嘅時候咧就一定冇揾嘅。我同埋分享呢啲東西咧要好小心啊！有，因為有時咧驚分享嘈嘅啫。因為而家咧
好多相可以嚟咗你部機度，你控制唔到嘅。好啦，咁今次咧就大家先坐一個舒服嘅位置啦。如果金寶樓嘅同學好容易啦嚇，因為已經坐得好莊嚴啦。啊，咁如果你喺屋企嘅話咧，咁你就自己揾個舒服嘅地方啦。啊，咁就唔一定盤腿啊。咁當然盤腿係最理想嘅。啊，咁啊，但係咧盤腿就因為我哋呢啲譬如攞咗卡嗰啲人咧，你就真係要做下一啲柔軟嘅伸展啊，先至好做。下座又要做下一啲嘅柔軟伸展啊，如果唔係就可能會嗰啲腳有啲舊喎。我自己都有啲咁嘅問題啊。好啦，咁啊，大家坐喺個舒服位置咧，我啊嘗試敲磬啦。啊，呢個磬真係好聽。我哋咧就先坐好自己嘅身體，重點係頸椎好前俯後仰，即係我哋頸。咁啊，脊椎、腰椎都係要自然伸直。如果坐呢啲凳咧，或者你盤腿都好啦，最好唔好挨啦。我自己都成日犯呢個毛病嘅，就係挨咗後邊，因為挨咗後邊咧，就其實對嗰個脊椎唔好嘅。啊，坐得多咧，分鐘會所謂坐骨神經有事啊嗰啲東西啊。咁所以咧，不過有時我自己都會犯呢個毛病，因為成日坐去做嘢。坐好之後咧，我哋先俾自己休息。咁啊，頭先講嘅經好聽又好，不好聽又好，啊，將佢放下，俾個心休息，俾個身體休息。咁啊，其實咧，我因為咧就其實喺度上緊堂，我就唔係喺度做緊禪修嘅。個大禪修有少少唔同，同埋有時我有啲筆記咧要寫翻低。你平時禪修咧都可以用呢啲方法，可以先做一啲嘅所謂 exercise 啦，即係一啲嘅伸展活動啦。咁然之後上座啦，之後咧放鬆，自然俾自己休息啦。你可以眯埋眼，或者打開眼都得嘅。咁跟住咧，先做一陣間嘅所謂身體掃描，就係覺知我哋身體唔同嘅部分。因為我假設你係朝頭早或者夜晚工作完成，食晒飯啊，等一陣然後先禪修。咁咧，我哋覺知身體究竟今日如果係朝頭早禪修嘅話，就係你瞓完覺之後，你個身體覺得點？如果夜晚咧，就係你一日生活或者工作，你個身體咧向你匯報啲什麼？譬如頭額頭有冇痛咧？如果額頭有痛，就可能你思慮過度，你要放鬆佢啦。頸有冇痛咧？頸啊膊頭痛，就可能你用手機
或者咧用電腦做嘢做得耐得滯，你可能咧要伸展翻佢。心口有冇痛咧？或者有冇翳咧？如果嚴重，你又要 check check 有冇心臟病啦。如果翳住嘅話咧，可能係你個動咗情緒啦。啊，呢啲係一啲例，咁你可以先做一陣嘅身體掃描，就覺知下自己嘅身體究竟咧經過咗今日之後咧，就有啲咩東西向你匯報。咁當然同時係放鬆自然，不用力，只係知道我哋嘅身體同部分。如果你喜歡嘅話咧，可以配合呼吸。嗱，咁今堂我哋咧嘗試用呢個隨念嚟修，隨跟你嘅念，其實你個想運喺度做，想運呢一個印象，一個概念。咁啊，印象概念咧，亦都可以攞嚟做禪修，而且好多佛陀教嘅法咧，都係用想運嚟修。咁當然，最後嘅修觀咧，修呢個身心嘅觀佢嘅三相咧，嗰個咧就嚴格嚟講咧，就唔係呢種修法㗎。所以咧，大家要分清楚。咁我哋先咧，我今次擺嘅佛陀嘅像，咁我哋咧原始佛教嗰個嘅念法咧，就唔係觀嗰個像，亦都唔係咧持名念佛嘅，係思維佛陀嘅功德。咁嗱，你可以喺心裏邊咧就思維佛陀嘅功德。咁啊，佛陀咩咧？呢位世尊，呢位世尊啊，係呢個嘅阿羅漢等正覺。你就可以想呢三個概念：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世尊即吉祥者、尊者啊，尊貴係阿羅漢。阿羅漢係修行圓滿嘅，貪嗔痴止息嘅，應該受供養。等正覺最高嘅覺悟者，我哋就喺心裏邊咧，以呢啲嘅概念嚟去修，咁我叫隨念，咁啊嘗試一下咯。
咁你可以以呼吸做基礎都得。嗱，呢個比念阿彌陀佛或者念佛陀都難一啲㗎。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咁你如果覺得嗰個概念好複雜，咁你就咁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都可以。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嗱，好輕鬆，唔使緊張嘅。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咁如果你覺得有咁嘅需要咧，可以繼續落去多幾個嘅功德，呢啲係佛陀嘅功德。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界。咁呢個五個。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界。你可以嘗試咧，個咁你話太多記唔到，咁啊用翻三個咯。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得，隨便嚟。嗱，咁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配合呼吸。咁呢個南傳好多時都咁收，不過佢哋通常淨係用呼揼，即係佛陀。咁如果你係配合呼吸咧，一吸一呼，或阿羅漢，一吸一呼等正覺，一吸一呼平衡具足，
一給一夫，善逝；一給一夫，世間解。咁對某啲同學嚟講咧，可能容易啲集中，但某啲同學嚟講咧，可能會覺得唔係幾好玩。咁如果你覺得唔好用咧，就唔好用。即係禪修有好多種方法，你可以自己揀。嗱，咁如果你自修嘅時候咧，如果可以記到10個，咁我可以用10個啦。其實唔使記都得㗎，你用張紙寫低佢都得嘅。啊，咁如果你記到10個咧，就世尊係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咁啊10個。但係咧，如果你初初修嘅時候咧，就唔需要10個咁多嘅，咁你就要思維其義咧，即係佢裏邊嗰個意義咧。咁你可以由2個開始都得。啊，咁而家你可以自己選擇，配合呼吸又得，配合呼吸都得，但係配合呼吸咧就比較集中啲。就係咁。咁有啲同學咧，可能初學嘅，咁啊10號嗰個嘅概念，即係個 definition 仲係未清晰嘅，個定義未幾清晰，都唔緊要啊。我會跟住嗰啲課程咧，即係跟住嗰啲堂數去講。咁啊，因為好多同學都係舊同學，佢哋識解。咁啊，禪修咧，唔好俾自己有 hard feeling，即係唔好俾自己有一啲唔好嘅感覺。所以你揾自己最適合你嘅方法。呢度咧係將經典裏邊介紹嘅唔同方法咧，同你講，你自己選擇。
好啦，時間差唔多，我休息，拎起嚟。因為 Zoom 嗰邊我咧睇唔到個屏，喂，聽唔到個屏。好啦，咁咧就今堂嘅禪修咧到呢度啦。跟住咧就到答問嘅時間啦。我睇下大家咧有乜嘢嘅討論或者問題。咁啊，今日我把聲都唔係幾好啊，因為可能咧天氣一乾燥咧，就把聲好似劇劇聲。咁我睇下大家有咩問題，咁你咧可以舉手啦。咁我請你打開個麥，你可以講啦。不過經驗咧就係咧，通常中法文都係嗰一兩位同學，咁嗰一兩位同學冇嚟上嘅時候咧就問。咁啊，但係咧喺個 chat room 即係嗰個聊天室嗰度講咧，嗰度問問題係有嘅。咁啊你可以寫落去啦。咁我嘗試答你啦。咁啊喺金寶樓同學有冇咩問題？冇問題，冇問題。嗱咁啊呢個念佛法門啦，咁喺清淨道論咧，即係南傳嘅一本好出名嘅論點咧，佢就將佛陀教嘅禪修方法咧分咗做40嘅。咁啊十念就其中10個，十遍又係另外10個。咁就即係分析法啦。因為佛陀喺經裏邊咧，就喺經裏邊就唔會咁講得咁即係系統嘅，即係因為佛陀係隨機說法咁。咁啊論咧就會啦。咁啊我啊慢慢即係想講多啲禪修嘛，咁所以就可能你見到嗰啲經係一樣咁，但係咧我就會真係落咗去同你講點樣修。咁當然咧點講都好，你要真係修先得。即係唔修咧就都係一個概念。咁啊，譬如睇下先，有個，譬如佛陀話你恐怖嘅時候可以念法咁咪試下咯。即係你考試嘅時候之前嘅話，譬如我喺網我係因為即係有時會表演嘅人嚟噶嘛。咁其實我係有啲叫做借境練心嘅，因為你表演嘅時候係會令到你個人咧，哇！即係咩情緒出晒。咁嘅時候，你喺嗰個咁嘅情緒底下，你做唔做到嘢咧？同你講嘅嗰個情緒係好難就係，咁就咁你又唔會喺台上面念佛咁講。咁啊，所以即係呢個即係不過係一個例子啫。咁啊，我見到同學嘅感謝啊，好多感謝同學嘅。咁如果冇問題，我哋做少少回向啦，跟住又結束咗呢個課程今晚嘅課程啦。咁我哋做少少回向啦，就願以此課程嘅功德回向眾生，離苦得樂，早證涅槃。好多謝大家。咁我哋呢個今晚呢個課程到呢度啦。多謝老師。多謝同學。